外来乡亲啊，爱玉台语讲澳桥，有的地头讲枝啊。婚姻岛内有一个青年农民，为台北回到故乡，接手老爸所种的澳桥，伊来改善生产、加工甲管理的流程，嘛来举办澳桥相关的实农体验，希望互更较侪人来认捌这个澳桥。 大家一定对澳桥拢无清分，不过你敢有看过发伫咧树仔顶澳桥？原来澳桥是为树仔顶挽落来，还阁经过削皮、烘打、拍日头，才当变做大家常在看到澳桥纸。我们削皮完之后啊，会让它进来干燥室做第一次的干燥。农民讲，澳桥是台湾的原生农产，大家印象应该拢种在较山区的所在，不过平原卖当种做，啊因所种出来澳桥，细过。 造出来更加嘛更加丰富，吃起来更加 Q。它这个是全世界啊只有台湾有的这个农特产品。农民讲，澳桥除了是台湾的原生农产，嘛真有特色。除了来改善澳桥园的管理，即卖嘛推动食农教育的体验活动，希望互更多人来熟悉澳桥这项农特产。